献上全国中票的总召前部长于总召莅临大会会场，掌声热烈欢迎！一贯大总会，我们一贯大总会，各位前贤，各位前贤，现在开始，音乐暂停，现在开始，一楼的所有人员，我们就是就定位，我们不动，手机全面关机。热烈欢迎我们总会韩荣玉理事长，热烈进场，掌声欢迎潘国正主任，以及我们各组间的前辈们，掌声再一次欢迎。各位同学，这就是我们一贯大的热忱，连续的掌声带去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后勤做的报告，后勤做的报告，好，暂停后勤做报告。与会的各位嘉宾，一个宗教走过30年，我们的前辈在台湾开道60年，走过前30年叫做风风雨雨的岁月。后面30年是因为走过风雨，让国家肯定一贯道，所以今天才有一贯道总会成立30周年。这30周年是因为有前面30年的前辈们的辛酸，才有今天。所以请把这个掌声给最前面30年的所有前辈，历尽风霜雪雨走过的过程。这30年。一贯道总会，这30年一贯道总会，在台湾的社会尽心贡献付出，在国际社会，我们全面的怎么样做人道、慈善、文化的工作传播，真的不容易。所以今天由国家总统特别来莅临我们的大会会场，给一贯道所有道亲的肯定，他是以国家元首的身份来肯定我们。所以后期只有拜托大家一件事情，今天总统在致辞的时候，全场不要有人起立，掌声就好。第二，不要拍照，先不要拍照，我们会把我们的影片传到各相关单位去给大家做纪念。各位家的前贤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让我们的会场不仅是掌声，还有很好的回应声，来给我们今天的大会肯定一贯道的30周年。让我们大会正式开始。让大会开始前，圣歌团为大家演出